事梁果新居士，香港佛教联合会董事李家祥居士，香港佛教联合会董事兼本校校董是瑞宏法师，佛教大光中学校董康宝森先生，佛教大光中学校董胡中发先生，大埔区中学校长会主席郭永强校长，香港佛教联合会会属中学校长会主席郭明亮校长及本校华桂林校長。程序10開幕儀式，佛教大光慈航中學開幕典禮實在係一個值得高興嘅日子。而家有請嘉賓將手上嘅開幕吉祥標誌貼喺背板上面，以表示本校得到各方嘅相顧同埋支持。請貼上標誌。多謝咁多位嘉賓。而家有請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兼本校校董林漢強太平紳士及佛教大光院主持兼佛教大光中學校監釋元慧法師，陪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李卓芬教授上台主持開幕儀式。除咗得到各方嘅支持，同學、老師以及家長嘅支持同埋參與，亦都十分之重要。請主禮嘉賓將手上嘅人物標誌貼喺我哋嘅背板上面。請貼上標誌。多謝咁多位嘉賓，而家請各位嘉賓留步及三交留念。喂，師兄靠你啦嚇！我喺後面幫你報飛嘅。佛教大光慈航中學開幕儀式結束。而家禮儀隊會